大家好，我係阿 Keith。好多香港客戶都想去惠州買樓，但係一直都分唔清楚惠城區、惠陽區同埋大亞灣。咁我之前一條片同大家分析咗呢個惠城區同埋大亞灣嘅樓市啦。咁依家我哋今日就重點拆解惠州嘅市中心惠城區。惠陽同惠亞灣因為佢靠近呢一個深圳嘅坪山區啦，就主打樓價平，同埋返香港同埋去深圳都非常之方便。而惠城區就係惠州嘅行政、商業同埋文化核心，係真正嘅市中心。市容整潔，仲有國家名勝，好似例如呢個西湖以至到紅珊瑚呢啲地方。生活節奏就唔會太急，同惠陽、大亞灣好唔同。講到大家最關心嘅交通問題啦，咁其實目前喺香港有好多種方式可以去到惠城區嘅。咁第一，大家可以喺九龍直接搭丙東或者係粵港嘅直通巴士直接翻到去呢一個惠城區嘅各大酒店嘅。咁班次密，時間選擇亦都非常之多。咁第二，大家亦都可以喺西九龍搭高鐵去到惠州北站，車程大概係講緊1個鐘度啦，票價係119蚊。咁第三，蓮塘口岸就有深圳嘅 OK 巴可以直接去到惠城區嘅，其實就咁大概車程大概1個零鐘頭左右啦。咁票價係講緊29.8嘅啫。其實咁如果你話真係要翻去香港啊，而到去深圳嘅話，其實惠城區交通亦都相當之方便嘅。我哋早期嘅片都提過啦，其實買樓就係買物業所在地嘅城市資源。作為惠州嘅市中心啦，惠城區佢基本上各類嘅生活配套都相當之齊全，非常之集中，完全係唔需要跨區消費。你住喺呢度嘅話衣食住行一切俱全。大型綜合商場你有華貿天地啦，以至到係呢個廣惠新天地同埋呢個佳兆業百貨。咁如果你話想食平價地道美食嘅話你可以去數碼街啦，同埋呢個水東街夜市。咁醫療方面惠城區係有6間呢個3甲醫院啊，非常之誇張。咁你話如果真係做體檢啊、睇醫生絕對冇問題啦。咁另外去教育方面嘅話有好多間省級嘅重點中小學，小朋友讀書好多選擇。樓價方面，目前惠城區核心地段嘅新樓住宅樓價每平方米大概係12,000至到15,000蚊左右啦。咁如果以一個90平方米3房單位為例，咁入場價大概90萬左右。咁個居住環境配套啊，以至到物業質素都非常之好噶啦。咁相對於中山同埋珠海市中心嘅樓價嚟講，惠城區佢嘅樓價係有一定嘅優勢嘅。咁如果大家想揾啲平啲嘅住宅嘅話咁可以留意惠城區同埋博羅嘅一啲交界地方嘅新盤啦。咁佢哋依家高層住宅有啲都係賣緊5000零蚊左右嘅啫。咁其實就如果你話係一個建築面積90平方米嘅單位為例啦，咁入場價都係講緊45萬左右嘅啫。咁另外有啲新盤嚟講佢都係有別墅賣嘅。咁如果一個一般佢哋依家賣緊一啲140平方米嘅 townhouse，即係連埋別墅嘅單位為例啦，咁個入場價其實講緊150幾萬到嘅啫。咁總結翻啦，大灣區各個城市都有自己嘅優點同缺點啦，冇話邊個絕對好，最緊要係邊個地方啱你嘅啫。咁如果你係希望住喺市中心啦，生活便利，咁翻香港個距離交通亦都比較近，同埋個樓價唔係咁高嘅話咁可以重點考慮惠城區。好啦，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咁大家如果想攞到最新嘅一啲樓價資訊啊，以至到係當地買樓嘅安排，同埋想希望去到現場實地睇樓嘅話你可以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聯絡我哋中原海外。咁我哋有同事嘅話會聯絡你，同埋可以安排你上去睇樓㗎。